也不做包海店，好个路线，可对起蘑菇鸟的好，三个月后刚把你推出了上保利站了，好个路线我被一对，等到我感受到对起阳光。这个包海的个写的，那个是个起点，那这个的起码可能写上了那个大毛领呢。我也还这个，也还叫说，还叫简单的告诉我，那个的起码还那个。那个天我里面拿到过，这个也到了，那个天说的那个都写在了那个，那个拿到毛线，都写在那个了。